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7月29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目前全国有8城市有 U-Bike， 咱台南市伫咧上午嘛正式推出属于在地特色的 T-Bike 公共自行车系统。市府表示，第一期设立10个站，将伫8月8号父亲节上路。上午市长赖清德甲交通局长张振源等贵宾共同来宣导。要让台南迈向低碳新生活。3、2、1，掌声欢迎！台南 T-Bike 正式登场。T-Bike 系统呢，挑选大自然中呢最舒服的颜色绿色呢，来感受台南府城的自由与舒适。咱市的公车自动化、铁路电化甲高架化轻轨等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路，也就是 T-Bike 自行车，上午正式登现伫市民眼前。该车诞生，除了委托在地学校设计规划，嘛委托在地机构营运管理，更是由44档历史的台南厂商来打造。要凸显唯一属于台南特色来发展观光。交通局长表示，初期以基于博物馆园区甲南科为示范点，设立10个站，预计明年3月将增加40个站，将近1500台公共自行车来兼顾通勤以及休闲观光。我们既然要示范，我们就希望看看它的成效。奇美它是一个非常有亮点的景点结合周边，它是一个游憩型的。南科呢，它是我们的科技重镇，我们很多南科的员工搭火车上班，下车之后他们都转换公车，他们也希望有公共自行车，所以那是属于通勤型的。我们选择这2个点来做示范，但是这2个点当然它的能量远远不足，所以我们第2期已经发包了现在正在规划设计。我们第2期会有40个站，会增加40个站，再增加1160部车子，我们整个规模会将近1500部。初期我们还是建构在我们的台南的市区里面，让这个整个规模建制起来，让它更方便。会中市长赖清德对做伙分享 T-Bike 成功诞生，嘛亲自看上自行车体验，强调这个是台南新的生活方式。属于我们台南市自己的自行车系统 T-Bike 即将在今年8月8号父亲节正式上路。那这代表的是台南市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敬请市民多多使用。那另外呢，也是我们新的形式来发展我们的观光。我们过去用的是公车轻旅行，现在多增加脚踏车的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利用，也多多珍惜让我们台南市的这个 T-Bike 自行车系统能够更增加效益。我刚刚稍微试骑了一下，这个性能很不错，不但漂亮而且性能又很好，我觉得应该可以受到很大的欢迎。记者会中，市府嘛宣布8月8号上午10点 ，T-Bike 将正式伫台南都会公园举办盛大启用典礼，欢迎市民朋友做伙前往体验。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位伫台南上界西北边边的消防局北门分队，多年以来守护台南的沿海地区，尤其近年来北门伫咧水质较长的名气带动之下，转变成为观光景点，需要较侪消防的人力物力投入。因此进行北门分队厅舍车库增建工程，互消防队有较侪空间会当运用。消防局北门分队厅舍车库扩建完成，市长亲自前来主持落成典礼，并肯定消防局以及济辛苦的消防队员。就算伫咧大台南上界偏西北，徛喺真少的所在，有缘尽心尽力，要来守护这个土地。3、2、1，用剪！祝福国运昌隆，风调雨顺，国泰
咱北门分队原来经营就参像咱拄啊李局长所讲吼，按民国79年的时阵开始起建嘛吼，到即当今已经有20年之久吼。但是迄个所在的时阵空间较小吼，我若无去毋着，应该消防车拢停伫外口咧读的嘛吼。咱的即个消防人员吼，上班的空间较下，甚至暗时要休困值班备勤嘛无法度吼。所以伫即个情形下面吼，消防局认为讲应该爱扩建，甚至起一个即个停车的所在，我感觉这应该理所当然。听着讲解，市长也巡视新扩建完成的厨房、休困室以及办公空间，因为改建，空间变甲更大，也互消防队员会当有所在放健身器材以及济救灾所需要的装备。消防局北门分队扩建外观的设计，以西景夜巡为主要概念，传达出消防队员无论是日时也是下早啊，拢爱守伫工作上，巡视家园的内涵。台南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会第2届第7次临时会上午召开第1届定数委员会，会中除了讨论议事日程表，确定临时会伫咧8月15到24号召开。另外，将审查104年度地方总预算以及中央补助电付案。台南市议会为了审核第2届第3次定期大会无完成的议案，上午召开定数委员会，确定第7次临时会将伫8月15号召开。今天的程序委员会召开的主要是审查各项新增的提案是否白入本次的大会院，还有必须要审我们这次本来应该审的决算因为审计室已经将整个的决算呢送到我们市议会依照规定，依照我们正常排定的议程来召开这个临时会。事实上，我们临时会就定在8月15至20日召开。会中定数委员会除了确定议事日程以外，其中206赈灾善款运用也将做专案报告，加上赈灾善款将用伫校园改建，以及最近楼价真激烈的房屋税提高问题，定数委员会也要求做伙提出报告。这段时间听足多百姓咧反映房屋税的代志，我们希望要了解市政府的决策过程到底第1届4月份。到6月临时会决策的资料，我想已经是决策完毕公告啊，应该将这资料让议会的议员知道，我们等于对我的选民交代讲，咱市政府决策是怎样。我议会刚才讲的派代表去，村内管这议员也无监督权，那我们一定要排一天，叫市政府把这个房屋税调涨的原因讲清楚嘛。我想。这一题不是台南市有，因为上重是90年这个这个争议性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列入房屋税的专案报告。这次临时会除了审核104年度地方总决算、加206赈灾善款专案报告以外，另外将讨论中央补助电付款案，总共11亿5千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文创园区甲 Touchwood 合作，伫咧第1展览室成立创意插座体验馆。
要予民众一个空间，亲自组合装饰插头，也予因的创意会当无限发挥。创意木作体验馆现场提供侪原木以及国内国外创意的木作元件，予小朋友家己动手做，运用插头进行创意发想。当然，除了动手做，体会创意木作的趣味之外，也希望推广予无论大人囡仔，拢会当欢喜合适的全龄教育。教学的过程也非常重视引导创意，予每一位学生的作品拢是独一无二的。老师，我不见得会帮你去做些什么，我会示范给你看之后呢，你就照我们的方式，或者是说你有其他的想法，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老师觉得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之下，他们会这样子去用各种的方法去达成。那有时候确实在教跟学之间会有不同的火花出来，因为我们自己会做，花了时间去做了很多的练习跟这个实作。可是学生来玩的时候呢，有些想法是跟我们不太一样。那我们同时也可以再从学生那个地方得到一些回馈。因为要教导的对象是小朋友，所以每一位学生伫咧课程的设计甲安全防护上用了较侪心思，让每一位学生拢会当安心耍插头。我们在设计那个物件的时候，不可以太难，然后我们也会去考量到怎么样可以让家长也可以共同去参与。一起来做木作这件事情。那如果小朋友他可以提早就可以接触木作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他们小朋友也好，家长也好，他们会觉得说，木作这个东西它是有它的价值的。因为我们确实在施作的时候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去慢慢的去把它砂磨啊、修饰啊，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现场来体验的家长甲小朋友拢非常专心进行手中的工课。家长感觉伫咧一个山西产品满是的生活环境之下。会当安尼单纯动手做工艺，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代志。因为他一直对这个很有兴趣，他一直很想来玩敲敲打打。那因为我一直觉得安全的问题，然后再加上我们家里不可能有这种设备，然后刚好有这个活动又在我们台南举办，所以我就问他愿不愿意，他就双手赞成，然后就让他自己从头到尾体验看看。体验课程将伫7月29号至31号，以及8月6号、7号这5天的时间进行。现场将会有总共30位木工职人进行教学，为台湾木作扎根教育建立良好的基础。台南新闻网赵张伟忠采访报道。市府教育局趁着暑假期间学生放假，加速打造完善的校园环境，伫咧校园偏僻的所在。加装监视系统、甲感应照明的设备，同时全市有7间国中小要试办装饰电子围篱，等学生开学以后，才来进行校用评估，考虑是毋是要规划扩大办理。为了加强维护学生安全，暑假期间，市府教育局加速打造安全的校园环境，今年度扩大预算编列4798万。要伫大台南230间学校进行安全设备的改善，伫7间国中小试办加装电子围篱，并详细评估是毋是有扩大办理的必要性。校园安全设备孩子的安全大概都是我们各界最优先关注的。那今年呢，我们教育局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争取了中央1800万，还有我们市预算将近3000万所以总共有大概将近4800万会有在230个学校来进行安全设备的改善。那主要呢都是用在于加装监视器啦，或者是一个感应式的照明设备。那当然今年呢我们也有示范有7个学校来示范用电子围篱就是红外线的这样子的一个装置。那这个部分有在3所的国中包括延平、安顺、柳营国中以及4所国小是在我们大光、永福、振兴、文园来示范加装这个电子围篱的计划。那因为这个部分呢我们在示范的一个状况是想说来先试试看它的加装的效果、感应的程度，还有整个的来评估之后，如果可行的话，再会去推广。好，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核定给所有的学校了，所以暑假目前已经有50所学校已经施作完毕。我们希望在暑假时间能够来施作完成，然后在开学之后就提供孩子一个更安全的一个环境。当然，硬体设施只是打造安全校园的其中一环，
学校该甲附近的社区互相结合，成立警戒网络，配合学生的校园安全地图宣导，让不良分子远离校园。台湾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随着这几冬来环保意识提升，对着环境的维护愈来愈重视。其中净滩就是一项每一个人拢会当参与的环保公益。因此，就有一个号做“重新思考”的平台，对网络发起专题净滩，因来到安平管市平台，希望用具体行动保护台湾美丽海岸。虽然日头赤炎炎，不过由瑞信中心思考平台伫全台湾发起了净滩活动，上午特别来到安平管市平台，希望为恢复美丽海岸的环境尽一份心力。该平台透过网络发起，会当讲成功号召非常侪民众到场响应。当中主要负责人是来自美国的 Daniel， 因为感觉台湾真水，唔通互本色破坏天然美景。I decided to create Rethink because I had arrived here about close to 5 years ago, and I realized Taiwan is very beautiful, but also there is a lot of trash on the beautiful beaches. So I decided to help, and together with now thousands of volunteers, we're actually really able to make a difference. 净滩活动对9点开始，不过真侪民众真早就到位，提早动手行动。每一个人手顶拢是摕着一个本色袋啊，一支叶啊，详细找出无属于沙滩顶面的物件。其中已经参与过几啊摆净滩活动的民众就表示，海边啊本色无奇不有，像伊家己就捡着糖尿病药丸废弃物，也有其他民众捡着大型的玻璃笼，以及非常侪玻璃杆啊。看到美丽海岸被污染，大家拢感觉非常痛心。没有办活动的时候，我自己也都会去渔光岛那边捡。对，因为台湾的海洋真的很脏啊，垃圾真的捡不完。今年我觉得可能我还没走到那边细小的东西真的比较多。去年的话就会有一些科架，那科架上面的话不是只有那些木头而已，它会绑那个线，那个都是没有办法分解的。确实日头作业，不过参与每一个人也是尽心尽力完成任务。为是家长带着小朋友，希望对细汉的教育环境维护重要。另外，大部分拢是朋友之间相接，要来为家己成长环境尽一份心力。希望净滩只是开始，做回来保护美丽台湾。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随着环境工业用药接触愈来愈多，基美医学中心急诊室一冬因为食物中毒的个案就超过450位。虽然占整体就医人数并无多，但临床个案的问题煞真严重。对此，医学中心呼吁，确使民众中毒就医，上好爱了解中毒的药物是啥物，才会当对症治疗。根据基美医学中心伫1803年7月到1804年6月统计，因为毒物中毒个案总共453位，其中药物中毒有55%，其他一氧化碳14%，化学品中毒也有17%。因为中毒原因无同，相对临床表现也无同。对此，基美医学中心急诊部医师呼吁，如果民众中毒就医，一定要有了解发生状况的民众陪同，才好对症治疗。中毒的个案其实它的表现非常的包罗万象，所以如果说有其他的家属因为这样的问题带来医院要求诊的时候，或者是劳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化学药品泼溅要来医院求诊的时候，最好是要有一个了解案发经过的人可以带油来现场，因为往往从生理表现我们没有办法马上的去确定他中毒的因素。然后另外的就是他可能服用的药物或者是接触到的一个化学物品，最好都可以由带来现场，让我们做一个提供一个资讯。虽然当藉由一些治疗，最后可能还是可以得到一个结果了，但往往少了前面这一段资讯，可能会让我们耗时很多顺而导致这个病人可能会有一个
危险性的一个加重。除了化学品中毒事件，现在也愈来愈多因为药草中毒事件，亲像大花曼陀罗，如果民众无细腻食到，大约15分到30分就会出现症头，需要有经验的医师评估甲诊断，才会当正确使用解毒剂做治疗。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侪云，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9度至31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你收看7月29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